我们今天呢，就从第23页的第5行，就是四呢，就是第四呢，从解说说物体性中呢，就是开始做解释。那我们之前呢，就讲到说，就是个别的来解释各派的这个宗义嘛。那第一个呢，就是讲到了就是毗婆沙宗，那第二个呢就是净土宗，那第三个呢就是唯识宗，那最后呢就是第四个呢就是讲到这个说物体性宗。所以一开始呢就讲到说就是解说这个就是开始解释呢这个说物体性宗的这个宗义。那说物体性宗呢和中观宗呢是同义的，就是这两者呢是没有任何差别的。那我们如果说以中医师来说的话呢，就是说物体性的宗师，还有像是中观师来说呢，那这两者呢也是没有任何的差别。那在这里呢，就讲到说，中观宗呢，又可以称之为叫做说物体性宗；说物体性宗呢，又可以称为是中观宗。那所谓的这边讲的说物体性，它的体性呢，就是讲到说诸法的体性，或者说我们讲的体性，或者是智性。那是只有中观宗能够称为说物体性宗嘛？那其实也不一定，因为呢，就是唯识宗呢，他们也会自称自己是这个说物体性宗。那最主要呢，就是出自于就是般若经。我们知道说，就是般若经虽然说有非常的多，但是最主要呢，就是讲广中略般若。那最主要就是佛陀呢，在灵鹫山中转法轮的时候呢，所传的这个般若经。那在般若经里面呢，它最主要的内容呢，就是讲到说，就是诸法自性不成立。那我们以心经来说的话呢，就是五蕴自性皆空嘛。那讲到五蕴自性皆空的时候呢，那对于中观师来说，那像是应成派，应成派对于说五蕴自性皆空呢，五蕴自性不成立呢，那应成派呢，它是可以如言取义的。那以唯识宗来说呢，他对于五蕴自性不成立呢，他就没有办法如言取义，因为他就把它安立为就是五蕴自性不成立呢，五蕴自性皆空呢，要把这个安立成这个不了义经，因为他没有办法如言取义。为什么他没有办法如言取义呢？因为我们知道说唯识宗它依着解深密经，它最主要的根本的宗义呢，就是依他起和缘成实呢是第十成立的，那遍计值呢是第十不成立。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呢，他没有办法在心经当中讲到说五蕴自性皆空呢，他没有办法如言取义。那所以呢，这里就讲到说，我们在讲到唯识宗呢，他承许说就是二转法轮的时候呢，它是不了义经。那既然是不了义经的话呢，那在解释的时候就会讲到说，为什么要安立这个不了义的密义为何？那安立不了义的目的为何？那还有说它的直接的过失为什么会安立为这个不了义经的这个原因呢？那第一个呢，就是它以何密义而说呢？那我们知道说是唯识宗呢，他在承许说就是三转法轮呢，就是善变法轮，那是所有的三转法轮全部都是了义的这个善变法轮吗？并不是，主要是讲到说解深密经。那特别是解深密经的10品当中呢，就是第10品，就是圣应身菩萨请问经呢，那这一品才把它安立为就是善变法轮，也就是呢，就是能够完全的去区别就是所有的了义以及不了义的内容。那唯识宗呢，他在讲到说就是那诸佛是以何密义而说？讲到说就是诸法都是自性不成立的呢？那就有解释到说，因为我们讲到说就是依他起缘成实还有遍计值嘛。那在讲到说三无自性性的时候呢，他们在安立的时候就讲到说，遍计值呢是相无自性性，那依他起呢是生无自性性，缘成实呢是圣意无自性性，所以由此而安立了3种无自性。所以呢，他在解释无自性的时候呢，他不能像应成派一样，就是如言取义，讲到说诸法都是自性不成立，而是安立了就是遍计值相无自性性，依他起生无自性性，还有缘成实呢生以无自性性。那这个呢是以这个密义呢，然后讲述了就是
诸法皆无自性。那为什么这样讲？这样讲的目的是什么呢？就像刚刚讲的，就是圣严身菩萨呢，他在请问诸佛，他在请示世尊呢，就是为什么呢？在二转法轮的时候呢，您说就是诸法自性不成立。那就是圣严身菩萨他在请问的时候呢，是直接请问诸法为什么自性不成立，所以呢，间接呢就是在问说，为什么在初转法轮的时候是讲到说诸法都是自性成立，那在二转法轮的时候呢，又讲到说诸法都是自性不成立。所以呢，他的目的呢，就是要让我们了解说，哦，诸佛这样子讲呢，它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在初转第一转法轮的时候讲到诸法都是自性成立，那二转法轮呢讲到说诸法都是自性不成立的呢？那所以这个时候呢，在回答的时候就讲到说，哦，这里所安立的三无自性性呢，这里所安立的自性不成立，所安立的就是三种无自性性。那三种无自性性呢，就是遍计执、相无自性性、依他起生无自性性，以及缘成实生亦无自性性，依此密意呢而去安立的。那所以我们就讲到说，并不是只有中观中呢，他才讲到说无体性，因为呢，唯识中呢，他也讲到了就是三无体性。那唯识中他的这个说无体性，唯识中他讲的说无体性，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嘛，他安立了就是三种无自性嘛，也就是偏计执相无自性，然后呢依他起生无自性，然后呢缘成实生亦无自性，所以他也安立了就是三种无自性性。那这边可能就会有人有疑惑说，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就讲到说，哦，中观中呢和说无体性中呢，这两者呢是同义的，但是并不是啊，因为现在呢，就是连唯识中呢，也可以说他自己是说无体性，说无体性中，就是以普特伽罗来说的话呢，就是唯识中医师他也是说他自己是说无体性师啊，因为他也承许就是三种无自性性啊。那有人会升起这样子的疑惑。那不过呢，在回答的时候呢，就想要说，虽然呢，唯识中他也讲到说，就是三种无自性性，但是他所讲的无自性和这里呢，就是中观所讲的这个说无体性呢，他们的意思呢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讲到说，为什么只有中观中呢能够称之为叫做说无体性中呢？那虽然说在唯识中呢，他们也有讲到说无体性、说无自性，不过呢，唯识中他所指的这个说无自性呢，或者说他讲的说无体性和中观中所讲的说无体性，这意思不一样，这个不用去解释。就连他自己在讲述说就是三种无自性的时候呢，他在解释这三个无自性，三个无自性的意思呢也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一开始呢就讲到说，就是遍计执呢是相无自性性，遍计执是相无自性性的原因是什么呢？最主要就是因为遍计执它本身呢是自性不成立，然后呢谛实不成立，所以由此呢而称它叫做相无自性。所以它相无自性最主要的这个理由呢，就是这边讲到说，遍计执呢是相无自性性最主要的理由呢，就是因为它本身是谛实不成立，它本身呢是自性不成立，所以呢把它安立为相无自性性。在讲到说，就是依他起呢是生无自性性呢，依他起生无自性性最主要原因呢，就是依他起它不可能不关待因缘自力而生，所以叫做依他起生无自性性。那缘成实生亦无自性性呢，那我们假如说缘成实呢，就是它的空性。那空性讲的生亦无自性性呢，就是说它不可能就是它的体性呢，就是空性的体性呢，不可能是就是所破，就是有我的体性，它不可能是所破，然后呢法有我的这一种体性呢是不存在的缘故，所以叫做生亦无自性性。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说，唯识中呢，它本身在安立三种无自性性的时候呢，它的意思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因为他就连他自己在安立三无自性的时候呢，三种无自性性的这个意思都不一样的缘故，所以他和中观中所讲的这个说无体性的这个无体性的意思呢，也是完全不同的。
那这里就想要说，就是韦世忠所安立的这个三无自性性和钟观中他所安立的这个说无体性呢，意思是不同的。因为韦世忠所安立的这个三无自性呢，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他的片剂时、依他起、缘成时呢，他在讲他无自性的时候呢，都是用不同的方式呢来做解释，而解释说他是无有自性的。但是呢，以中观中来说，中观中在解释的时候呢，他解释到说诸法呢都是无体性的时候呢，那他并不会去区别说这一法呢是相无自性，这一法呢是生无自性，这一法呢是生亦无自性，他并不会这样每一法呢个别去安立，而是从就是无论你是安立二谛也好，四谛也好，十二处也好，或者说我们讲说从摄法一直到一切遍智所含的一切诸法呢，在讲到说无体性的时候呢，它的无体性呢意思呢都是一样的。那我们知道说中观中呢又分为秩序和应成。那秩序派所讲的无体性呢，它所不存在的体性呢，就是诸法非为由心显现之力而安立，为诸法自体实有这一点的体性呢是不存在的。那简单来说呢，就是谛实的体性呢不成立。那这个呢是秩序派他所解释无体性的意思。那以应成派来说呢，无体性呢就是诸法都是无自性，或者说境上呢它是完全不成立的。这个呢来解释说就是诸法它都是无体性。所以以中观中来说，无论是应成派或是秩序派呢，他在解释无体性的时候呢，任何一法之上的无体性呢，它的意思呢都是一样的，和唯识宗不同。因为唯识宗呢，还要去个别呢，依着个别的法呢，去解释它不同的这个无自性的这个体性到底是什么，所以差别呢是在这里。所以呢，这里就在解释说，这边所讲的这个无体性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无体性就是说，任何一法呢，它都是谛实的体性不成立的缘故呢，所以叫做无体性宗。那从这样讲的话呢，无论是从字面上也好，或者说从意思上来也好呢，都不会有任何的过失。因为呢，如果只是按例说程序就是谛实不成立的时候呢，那这个对于说唯识宗来说也是，因为唯识宗呢，它承许说就是片剂值呢，它是谛实的这个体性呢不成立。那虽然说依他起还有说缘成时呢，它也承许说是谛实成立的，但是它并不承许说就是片剂值呢是它承许片剂值呢是谛实不成立的。那依他起和缘成时呢是谛实成立的，所以要安立说他们所安立的就是三种自性。我们讲三种自性就是片剂值、依他起或是缘成时，这三种自性也好，或是我们讲说二谛之上的任何法，承许二谛之上的任何法，或者说三种自性呢，都是谛实体性不成立的呢，能够如是承许的呢，才能够称为说无体性宗。如果只是任何一法之上呢，承许是谛实不成立的话呢，那就会有唯识宗呢也变成说无体性宗的这个过失。因为唯识宗呢，它承许片剂值呢是谛实的体性不成立嘛，所以这边就是要讲说，这里所讲的无体性的无体性，指的是像是二谛或说三自性，任何一法之上，就是所有法之上，它的程序它都是谛实不成立的呢，那才能够称之为叫做说无体性宗。所以如是程序的话呢，这种文章虽然说唯识宗它也程序说就是三种无自性性，但是呢，它还是不能够称之为叫做说无体性宗。所以呢，在这里讲到说，就是我们如果只讲这个说无体性宗呢，就是从字面上来看呢，好像是会有一些过失的。因为讲到说无体性的时候呢，但是我们一般承许说就是体性还有智性呢是成立的嘛。因为我们讲说瓶子呢，它的体性就或者说它的智性呢就是瓶子嘛，瓶子是瓶子的体性，瓶子或者是瓶子的智性，或者说呢瓶子呢是依瓶的因而生的，这个也是瓶子的自性、瓶子的体性。那乃至于说我们在涉类学的时候呢，就讲到说法的性相嘛。那我们提到就是法和所知、所量还有有呢，就是存在的意思呢是同义的嘛。那法的性相就是说持自之体性，所以它指使的也是自己的这个体性。所以我们光从字面上就是直接来看这个说无体性呢，好像会有一些字面上的过失。所以在解释这个无体性呢，指的呢是指说谛实的体性不成立。那从谛实体性不成立来解释无体性的话呢，那就不会有过失了。不然光看无体性宗的时候呢，就是没有体性的时候，从字面上看起来好像会有一些过失。
所以呢，这里我们就说明了，就是这个说无体性的这个无体性呢，就是要把它安立为这是第十的体性不成立呢。那承许第十体性诸法呢，就是无论说你是二谛也好，或者说讲到就是三种志相、三种志性呢，就是依他起源成执遍计实呢，这一些呢，它全部呢承许它都是第十体性不成立的呢。那如是承许的呢，才能够称之为叫做说无体性中。那说无体性中呢，就是又可以分为两者嘛，就是秩序呢，还有应成。那我们刚刚讲到说，就是说无体性中和中观中二者呢是同义的。那在讲到中观的时候呢，我们讲到中观的时候，又可以分为就是根中观、道中观，还有果中观。那根中观呢，指的呢就是指空性；那道中观呢，就是证得空性的智慧。那果中观呢，就是我们道中观的证得空性的智慧呢，它所修的最主要就是依着这个根，就是依着空性呢，去修习，然后透由这个修习之后呢，所生的道呢，就是道中观。那最后呢，透由这样的修习，能够获得果位，那这个果位呢，称之为是果中观。那除了安立这个根道果三种中观之外呢，那一般就是我们在讲到说，为什么会把它称之为是中呢？中观为什么称之为中的原因，最主要就是因为说它远离了断长二边，安住于中的缘故呢，就是远离了断长边以及断边，安住于中道中间的缘故呢，所以把它称之为叫做中观。那所以呢，这里我们就讲到说，中观中呢，就是一般在解释中观的意思呢，是说远离长短二边呢，安住于中呢，所以叫做中观。那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人就会有疑问了，因为我们在讲到说这个远离长短二边呢，安住于中，那这个中呢，指的就是指说就是境和有境之上的这个究竟见解嘛。那以就是下部中来说呢，它境上的这个究竟见解呢，就是安立这个普特伽罗无我嘛，就是安立人无我。那这个人无我所安立的呢，就是普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空的。那这个呢是他的究竟见解。那唯识中呢，他除了安立这个人无我之外呢，他在之上呢，就是安立更细微的这个法无我，就是除了安立这个普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空的这个人无我的见解之外呢，他也安立了法无我。那像是二取空，或者说呢分别心的单着是志向成立空的这两种，就是更细微的这个法无我呢，来作为他的见解。那这个都是境之上的。那以秩序派来说呢，秩序派又比唯识中呢就来得更深细，他所安立的法无我呢，就是诸法呢非为由心显现之力而安立，为诸法自体实有空呢安立为他的这个空性，又比唯识中呢来得更为的深细。那以因乘派来说呢，他所安立的这个见解呢就更深细，就是诸法呢都是自性不成立、自方不成立等等的安立为他的这个空性。那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人就会提出疑惑了哦，既然我们说安立中观呢叫做远离长短二边安住于中的这个究竟见解呢叫做中观的话，那唯识中它是否也能够称为中观？因为对于唯识中来说呢，他认为他自己的这个境的见解呢，那就是就是法无我。那当然说在唯识中里面也有人承许说，唯识中他承许他的普特伽罗无我呢，有一派说承许是空性，那有一派呢不承许是空性。那这个呢我们就暂时不讨论。那总之呢，就以唯识中来说，他也认为他自己的见解呢是远离长短的二边，而且安住于中道，因为他也承许所谓的这个空性、法无我等等。那唯识中呢，他是不是也能够称自己叫做中观中呢？因为他认为他自己的究竟见也是远离长短二边，安住于中啊。那所以这里在讲到，就是以唯识中来说的话呢，他当然认为说他自己是中观中，因为唯识中呢，他认为说他自己的究竟见解呢，一定是远离长短二边的嘛，他不可能承许说他的究竟见解呢是堕于长边或是堕于断边，因为如果说他的究竟见解是堕于长短二边任何一者的话呢，他的究竟见就变成说是一种颠倒的这个见解，那这个呢是他不会承许的。所以唯识中呢，他承许自己是中观中，因为呢他自己的见解呢是究竟的见解，所以他认为呢能够就近通达
至中究竟见解的呢，唯有唯识宗，就是以唯识宗的角度认为，能够通达唯识宗究竟见解的，就只有唯识宗他自己可以，就是下部宗呢是没有办法通达唯识的究竟见解。同样的，以唯识宗的角度，他认为中观宗呢，他也没有办法就近的了知他们唯识宗的这个究竟的见解，所以他会认为自己呢是唯识宗。那同样的呢，以中观宗来说的话呢，中观宗呢，他会认为说至宗才是这个中观宗。那以唯识宗对于中观宗来说呢，他也会认为说他的见解呢是没有办法达到究竟见的，还是堕在场边的部分。所以呢，唯识宗对于中观宗来说呢，也不是中观宗。虽然说唯识宗他认为自己是中观，为什么他自己是中观呢？因为他的就近的见解就是远离长边以及断边。那以唯识宗来说，他认为下部宗呢就是没有完全远离长边的缘故呢，所以下部宗呢没有办法就近了解到唯识宗的见解，所以他会称自己是中观宗。同样的呢，唯识宗他看中观宗的时候呢，他也认为说中观宗并没有办法如实的了解他长短二边的这个究竟见解，所以呢，中观宗对他来说也不是中观宗。唯识宗他认为自己呢才是唯识宗。那当然，现在我们在第四个宗义呢，是以中观宗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中观宗在看的时候，他自然也会认为说，唯识宗呢，他的见解呢，并不是究竟的见解，因为呢，他还是躲在场边。那接下来我们就先课文呢，就是还是往下走一些。那一开始呢，就讲到说，就是接下来就是解释这个说无体性宗。那在解释说无体性宗的时候呢，又可以分为就是第一个呢，它的性相分类。那第一个呢，我们在讲到性相的时候呢，就提到说为什么要安立性相呢？因为性相呢，它其实是能够帮助我们去了解名相的一个方便。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证的时候呢，一定会先证得它的这个性相，因为你要先了解性相是什么之后，你才能够知道说，哦，这个名相所代表的意思呢，到底是什么，所以才会一开始呢，就要先解释它的性相。那讲完性相之后呢，接下来就是讲到分类。那也就是我们一般呢，就是为什么讲到性相之后呢，要解释分类。就像我们在讲到事物的时候呢，会讲到说，哦，什么叫做事物呢？事物就是具有作用者。那这个具有作用呢，就是能生治国的这个作用呢，叫做具有作用者。或者说我们在解释无常的时候，什么叫做无常？无常呢，就是刹那刹那的坏灭呢，叫做无常。那在了解了这个性相以及名相之后呢，那我们就会举例来说，那有哪一些东西呢是属于事物的呢？事物如果去分类的话，可以分为哪几种？那就是说，哦，事物或者是无常呢，它去分类的时候呢，就可以分为就是心法、设法、心法，然后不相应刑法等等呢，就是透由这些，然后去更理解说它的性相以及分类。那所以我们讲分类呢，那就我们的口语来说呢，就是哦有哪些东西这样。对，就比如说我们在讲到说像是瓶子的时候，哦，瓶子呢，它什么叫做瓶子呢？哦，它就是有一个大腹，然后扁足呢能够装水，有这个作用的呢叫做瓶子。哦，那有哪一些瓶子呢？我就讲到说瓶子它又可以分为哪几种嘛？有哪几种瓶子？有哪一些瓶子？我们就说哦，瓶子呢就是有金属做的瓶子啊，可以有木头做的瓶子啊，可以有这种陶土做的瓶子啊，等等这些呢。所以在讲分类的时候，就是说哦有哪一些这样。所以在经典里面呢，它在安立性相或是分类的时候呢，最主要都是为了帮助我们了解它的意思呢，所以才去安立它的性相以及分类等等。接下来呢，讲到说分类个别的意思，那就像如同刚刚所讲的哦，我们讲到说哦，瓶子呢有黄金做的瓶子，有白银做的瓶子，然后有木头做的瓶子等等等的时候，那就说哦，那黄金做的瓶子呢，它到底是怎样，或者说它是怎么去做的呢？那白银做的瓶子它又如何去做的？那木头做的瓶子它又怎么去做的呢？就是对于每一个个别的这个分类呢，然后一一的呢去做解释。那以这里来说呢，就是分类个别的意义，就像是我们前面已经讲到说，哦，什么叫做说无体性宗呢？那说无体性宗呢，就是讲说，无论是在二地之上，或者是
三字项之上呢，我们都承许说它是第十体性不成立的呢，那这个呢叫做说无体性中。那了解了说无体性中之后，又说说无体性中呢还可以分为秩序派和应成派。那秩序呢它的意思呢到底是什么？应成呢它的意思呢又是什么？所以这个呢就是分类的个别意义，就是分类它个别的意思呢是什么。那第一个呢，就讲到说无体性中的这个性相，那就讲到说呢，即使在名言中呢，也不承许就是实有事物之说的这个大乘中义的普彻伽罗呢，那就是说无体性中的这个性相。那所以这里就讲到说呢，就是我们知道说以中观中来说呢，它不承许呢，就是实有的事物，也就是说呢，第十成立的这个事物，就是第十有的这个事物呢，它是不承许的。那不仅是说它意义上呢不承许有这个东西，它乃至在名言上呢都不承许有所悟的这个实事，就是第十体性成立的这个事物呢，它连在名言上呢都不承许的。那如是承许的这个大乘中义的普特伽罗呢，就是这里所讲的说无体性中。那所以这里讲的说，就是名言中呢也不承许，就是实事的这个大乘中义师呢，叫做大乘普特伽罗呢，是说无体性中的这个性相。那什么叫做名言中也不承许呢？在名言中，所谓的名言中承许或不承许呢，就讲说它到底是存在不存在的意思。因为名言中存在所指的呢，就只说就是它是否为量的境，它在量的境上呢是否是存在或是不存在。因为我们一般在安利有的时候呢，有几种方式嘛，就是圣意有、名言有，还有世俗有等等。那名言有呢，它基本就是和基层还有所量呢，就是存在的这个意思呢是一样的。所以名言有它就是讲到说它是名言有，就表示说它是存在的。所以在名言中也不承许，就是说它完全呢不承许说就是第十成立的事物呢，它是存在的。那这边的事物呢，指的就是像是我们在讲到说三种志向的时候提到依他起嘛，这边的事物指的就是说像是和依他起是一样的意思。所以第十成立的事物呢，是完全不存在的。不过呢，就是这里呢，讲到说，就是名言中呢，就是我们也不承许说有这个实事，那就是我们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就是它的次序呢，就是安立在前后呢，它有不同的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讲到说呢，第十成立的瓶子呢，名言不成立，还有呢，瓶子第十不成立呢，名言不成立呢。这两者呢是在理解上呢是有不同的角度来做理解，所以在讲到说第十成立的瓶子名言不成立的时候呢，最主要所讨论的是第十成立的瓶子这个东西呢，它的名言呢到底是成立或者是不成立。那我们讲到说瓶子第十成立，瓶子第十成立，名言不成立的这一点呢，就是讲到说我们讨论的是瓶子呢，它以瓶子来说，它的第十成立呢，是否在名言上，我们是否可以安利或是不安利？这时候讨论的是以瓶子呢，然后去讨论说瓶子之上的这个第十成立呢，到底是名言存在的或是不存在的？跟呢第十成立的瓶子呢，是把第十成立的瓶子这一个东西呢，来讨论说它在名言上呢，到底是成立或者是不成立？所以在理解上的时候呢，会有两种不同的这种理解的方式。虽然说它在字面上的看起来呢，就是文字都差不多，不过因为它前后排序的缘故呢，所以在理解就会有不同的理解方式。那我们举例来说呢，就讲到说，木瓶呢，它到底是名言是存在还是不存在的呢？就讲到说，木头做的这个瓶子呢，那它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就是我们以简单理解的方式。那跟来讲说呢，瓶子呢，它是木头体性呢，这个名言存在不存在呢？他理解的是不一样的。就是瓶子是木头的体性，它名言存不存在是讲说瓶子它本身呢是木头的体性这一点呢，那这个呢到底是名言上到底是存在或是不存在？跟假如说木瓶呢，它名言上存不存在，就讲说一个木头做的这个瓶子，它到底是名言上是有还是没有呢？这两者在理解之上呢，就会有稍微的这个不一样。
所以呢，同样的，我们在讲到说实有的这个事物呢，如果我们讲到说就是第十成立的这个事物呢，名言不成立，所讲的就是第十成立的这个事物。那第十成立的就是一开始我们就讲到说它是第十成立的，所以既然是第十成立的时候呢，不管你后面放的是事物也好，还是瓶子也好呢，它的名言呢一定是不成立的。所以假如说第十成立的事物呢，名言不成立，理解的方式跟事物第十不成立呢，那名言之上到底成不成立这一点呢，它理解是不一样的。因为事物第十成立呢，是讲说事物呢它本身呢到底是第十成不成立这一点呢，所以虽然说在讲述的时候只是次第的一个差异，不过所理解的呢是不同的这种理解的方式。所以在这里想要说，就是名言中呢，也不承许这个实有的事物呢，就是在名言当中，就是不承许实有事物，就是这个第十呢，第十的这个事物呢，第十成立的这个事物呢，在名言中呢，我们也是不承许的呢。那这种呢，称之为叫做事物体性中。那不过以唯识中来说的话呢，唯识中它是否呢，就是承许说，就是第十成立的事物呢？第十成立的事物呢？那这里呢，我们会讲到说，哦，唯识中呢，以中观中来讲，它也会承许说，唯识中它是承许这个有第十的这个事物嘛，因为它承许说依他起呢就是第十的这个事物，但是以中观中来说呢，它承许说诸法呢就是在名言当中都不会承许说就是有一个第十的事物的存在。那所以这里呢，就是以在辩论场里面来辩论的时候呢，我们会讲到说，就是唯识中呢，它是否不承许呢？就是实有，它是否不承许呢？就是实有的事物在名言中呢，也是不存在的。那就一般我们来说呢，就讲到说，哦，第十成立的瓶子呢，第十成立的瓶子不存在这一点呢，唯识中呢它是承许的嘛，因为你在一个没有瓶子的地方的时候呢，没有瓶子的地方的时候呢，瓶子它自然就不存在。那瓶子不存在的时候呢，那自然就不会有第十成立的瓶子。所以以这种角度来看的话呢，就是我们在讲到说实有事物的时候，或者说实有的瓶子的时候呢，它不承许说有实有瓶子的时候呢，那这个呢就是唯识中它也可以承许，因为在没有瓶子的这个地方呢，它自然就不会承许说有第十成立的这个瓶子嘛。那所以我们就讲到说。无瓶呢和是无瓶，就是唯无瓶，两者呢是不一样。就是唯识中它可以承许无瓶，它不承许呢是无瓶，因为瓶子有没有瓶子的地方嘛，在没有瓶子的地方，我们当然是承许说瓶子是不存在的。所以在没有瓶子的地方呢，唯识中也承许呢，就是第十成立的瓶子呢不存在。所以这些就是从字面上来辩论的话呢，会有这些争议。所以我们讲到说实有事物的时候呢，我们去理解就讲说事物呢，它本身是第十不成立。从这个角度去做理解的话呢，那无论是在字面上或者词义上呢，都不会有过失。那这里讲到说大乘中义呢，那这边讲的说大乘中义的这个说呢，并不是正在说这个大乘中义，叫做说大乘中义。这边的说是以说大乘中义。那讲到说以说大乘中义的这个补特伽罗呢，他讲到说以说的意思就表示说他已经承许就是大乘的中义，就是他内心呢就是完全是认可大乘中义所讲的呢，那这个呢叫做说大乘中义，就是以说，并不是正在说，口中正在说这个大乘中义，叫做这边的说大乘中义，并不是，而是说他以说，就是说他已承许，他内心的承许是完全符合于大乘中义的呢，这个叫做说大乘中义。所以这讲的说大乘中义呢，说大乘中义指的是就是说大乘经教呢，他所说的这些中义呢，就是能够完全如言而取的呢，叫做说大乘中义的补特伽罗，就是对于大乘经教里面所讲述有关大乘中义的内容，它是完全能够如言而取的这一些，才叫做说大乘中义的补特伽罗。那所以这里就讲到呢，就是这个呢，就是在名言中呢，也不承许
时有事物之说的这个大乘中义补特伽罗呢，是说无体性中的这个性相。所以我们在讲到性相的时候呢，就是像在讲这个的这个意思。那讲到名相呢，就讲到说它的名言，就是它的名字呢是如何去安立。所以名相跟性相。所以我们这里讲到呢，就是性相呢，它是义；那名相呢，它就是所谓的名言。所以义和名言的名言呢，跟我们在解释到说，就是诸法都是由名言安立的这个名言呢，意思是不一样的。诸法都是由名言安立的这个名言呢，指的就是指能全身，是指神，就是诸法透由我们的能全身呢去安立的。那这里讲的就是义和还有名言呢，那名言指的呢，就是指名相，那义呢指的就是性相。所以虽然说都是用名言这个词，不过在不同的地方呢，也是有不同的解释方式。所以呢，这里我们就讲到说，就是实有事物呢，在名言当中呢，亦不承许的这个说大乘中义的补特伽罗呢，是说无体性中。那说无体性中呢，再去区分的话呢，就是可以分为就是秩序派还有应成派。那第三个呢，就是分类的这个个别的意思，就是个别呢去解释说秩序派还有应成派。那接下来呢，就先讲到说就是解释这个秩序派。那秩序派呢，在解释的时候呢，那同样呢，我们是分为就是性相分类，然后呢，词语的这个解释，就是字面上的这个解释，语词的解释，然后呢，静的主张方式，有静的主张方式，无我的主张方式，还有地道的这个建立。那这个的科判呢，就跟上面无论是唯识中啊，或者是经部呢，一切有部呢，说安立的这个根本的这个科判呢，那都是一样的。那在讲到这个静的主张方式的时候呢，就是讲到说，那他们的这个对境呢是如何的安立的？那境安立之后呢，那能够通达境的这个有境呢，它又是如何的安立？那再讲到说无我呢，它是如何承许无我的呢？那无我，我们就讲到说无我呢，它就是境的这个就近的这个见解呢，就是无我的这种主张，无我的这个程序的方式。那承许了无我之后呢，那通达无我的这个有境呢，它是如何去安立的呢？然后由此而讲到这个地道的这个建立。那这里呢，就是想请问怎么写？就是如果没有透过能全身呢，是否能够安立或者是施设诸法？就是仅透过就是量呢，就是量的心当中呢去显现，就能够安立诸法。那我们其实这边在回答说呢，就是我们因为讲到说诸法安立的时候，就是能全身去入境的方式和分别心去入境的方式呢是一样的。就是如果没有透过能全身呢去入境呢，你要撇除能全身去入境之外，去安立一个分别心去入呢是不可能的。因为是有能全身去入境之后呢，这个能全身去入境之后和它相应的这个分别心呢才会去入于这个境，所以不可能不关带的能全身呢只靠着分别心去入境，这一点呢是没有办法安立的。那不过就是我们一般在讲到说名言的安立的时候呢，就是前面的这个名呢，指的呢就是指说这个能全身嘛，那言呢指的是分别心，所以在讲到名言的安立的时候呢，是讲到说透由这个能全身以及分别心呢去安立。那不过说就是以唯识中的角度来说呢，在解释这个名言安立的这个言的时候呢，在释量论里面。他言呢，他有解释为说，就像是去入于身，就是能全身。他也把他这个言呢解释为能全身。不过，一般在解释名言安立的时候，名指的呢就是能全身，那言呢指的是分别心。所以去入诸法呢，不可能呢就是不依着能全身，然后因为你不靠能全身去入境，或是不可能升起相应的分别心去入于这个境的，所以没有办法不依着这个。不依靠名言能全身呢，只靠着这个分别心呢去入一境，这个是不可能的。那我们举例来说好，就是一般我们说我知道瓶子，那我们是怎么知道瓶子的呢？我们在知道瓶子之前呢，一定是我们先知道了就是大腹扁足能装水，知道了大腹扁足能装水这个东西呢，就看到这个大腹然后扁足能装水的这个东西以后呢，然后把它命名为瓶子。这个有人跟你说你现在看到这个大腹扁足能装水的这个东西，你这个东西叫做瓶子。你唯有知道了这个东西
它命名为瓶子之后呢，你才能够说你知道了瓶子嘛。之前你所了解的是大腹扁竹能装水，所以我们在了解诸法的时候呢，一定是先有它的义呢，就是大腹扁竹能装水，先了解它的义之后，然后呢，再透过这个命名。透过它的名字呢，我们才能够知道这个东西。那命名呢，就是透过这个能全身才能够去命名嘛，就是能全的声音边刚好就说，哦，这个东西叫做瓶子，你听到了这个瓶子的声音，你才了解到说，哦，这个大腹扁竹叫做瓶子嘛。如果说在还未命名前，比如说，我们还没有命名大腹扁竹能装水是瓶之前，然后显现了大腹扁竹能装水，那在我们的内心当中，那如果说就是光显现这个大腹扁竹能装水，我们并没有命名是瓶，那我们就会承许它不存在吗？就承许这个没有命名的那个就不存在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佛它并没有分别心，所以它也没有就是以分别心推动的能全身，那佛就没有办法安立诸法吗？那人们界的回答是说呢，就是就像您所讲的，就是我们最初呢，就是看到这个大腹扁竹能装水的时候呢，然后还不知道说这个东西叫做瓶子。那因为呢还不知道这个东西叫做瓶子呢，那是否因此呢瓶子呢就不存在呢？因为还没有命名它叫瓶子，所以也不知道它瓶子。我们只是眼睛看到了这个大腹扁竹能装水嘛。那人们界是说，以这个有情熏序来说呢，虽然说它没有通达瓶子，但是呢瓶子还是可以安定它是存在的。人们举个例子呢，就像说，以现在就是我们群组里面，就像就是有发文，然后写了很多的中文在里面。那人们他的眼睛呢，也能够看到这些中文，但是呢，人们他知道说这些中文在讲什么，并没有，因为他并不了解说名义当中的这个关系。虽然说他有看到，但是有看到呢，并不了解说他已经知道了这一法。那虽然说仁波切他自己不懂，但是呢，这个群组上面的这个文字呢就不存在了嘛？也不会啊，这个文字还是存在的。不过呢，就是以仁波切个人来说，因为他不了解这个名义当中，就是这段文字跟他的这个意思、名义当中的关系，他不了解的缘故呢，并不能够以他不了解这个名义的关系，就否定掉了这个文字的这个存在。就是说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如果呢说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瓶子的时候呢，就是说在任何人都不知道瓶子之前呢，那但是你已经说任何人都不知道瓶子之前，就表示有瓶子这个声音嘛。既然有瓶子这个声音，就表示说瓶子这个名言还是存在的啊。如果没有人安立你为悉达仁波切的话，就是您，那悉达仁波切存在吗？人们就是说呢，就像如果一开始没有人把它命名为这个喜加木切的时候呢，那当然喜加木切是不存在的嘛，因为是喜加木切这个名字呢是别人安立在人木切之上的，所以如果一开始呢就是命名的这个人呢没有把人木切安立为喜加人木切，把它安立为什么荒下人木切的话，人木切就变成荒下人木切了。那至于说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像佛陀的心绪当中就是没有分别心。那刚刚讲到说，就是名言安立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安立这个分别嘛，分别才能够去说安立。那佛心绪当中呢，就是没有分别心，那怎么去安立呢？那人们切的回答是说，就是我们一般在讲到说，就是名言去安立的时候呢，是先讲到说，就是透由能全身安立之后呢，那会有一个和这个能全身去路径方式相同的这个分别心呢，然后以一样的去路径的方式呢去安立这一法。这是一般来说，并不是说某一个普特伽罗他的心绪之中呢要有这个能全身安立之后，他才能够透由分别心去安立，并不是这个，只是说一般我们在安立的时候呢，你只要能全身能够安立的时候，分别心就一定能够安立，而不是说指某个有情的心绪当中。人们其实就举一个例子来说，就像我们英文呢是讲 book 嘛，那中文呢是讲书。那 book 和书呢，它是同时成立的嘛，因为这两个的意思呢是一样的，所以在有 book 的时候就会有书，这样就是这个能全身跟它的分别心去安立的时候呢，是同时能够安立的。但是以一个普特伽罗来说呢，他如果只会中文的话呢，他在了解书的时候，他并不会了解什么是 book 嘛。但是这两个东西它是可以同时成立，因为它意思是一样的。